谢谢。728全代会不会向郭台铭喊话？好，谢谢大家啊。市长那个行政院的那个青年补助啊，刚刚很受到这个林里长欢迎。不过昨天那个郑兴里的里长啊，昨天就PO影片要打脸你的那个唱衰。我们已经问过三民区叶区长，大概在下雨停止1个小时左右，水就开始推广了。我不会一个市长跟里长在那边变来变去，没有意思啊。那他的里民朋友的反应，希望他里长能够倾听，不管是里长，不管是市长，不管是议员的服务，都应该不分蓝绿。那对公共政策的批判也好，质疑也好，也应该不分蓝绿。他的里民已经很多人反弹了，说里面没有这样的淹水嘛。1个多小时前就开始退了，怎么说我们一直不停的在淹水的？所以我希望这个里长去倾听一下里民的声音，不要一直对着我们市长，我就不予回应了。那这个3区活动中心就是割草行动，他们说过界了，结果临时被取消了。我们现在高雄市说实在，三民区是登革热防疫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最担心群聚感染的。所以三民区所有大型的民众的活动，站在市政府的立场，希望要谨慎小心，最好不要办，因为群聚下来以后，万一登革热大幅的爆发，那是不得了的。至于有一些活动的话，他就按正常程序的申请。我再重申一遍，韩国瑜当高雄市长，所有申请的活动，我们绝对不会预设立场。民众本来就可以发出他自己的声音，但是三民区要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此时此刻比较不适合大型的活动。那如果有一些团体想要申请，请向我们市政府循正常管道申请，绝对不会有刁难的。好，谢谢。728全代会不会向郭台铭喊话？好，谢谢大家啊。市长那个行政院的那个青年补助啊，要这个那回答我们到中间来好，因为市长那边。谢谢，行政院帮助青年创业，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台湾的青年啊，说实在，我们都有发现几个特性：聪明、有创意、有胆量，敢勇闯各种挑战。但是问题没有钱。一旦口袋没有钱的话，人是英雄，钱是胆。他在创业的时候，他会增加很多困难。所以行政院大力来推动青年的创业，我个人100%认同。而且我认为，行政院应该加大更大的力度，让所有的优秀的青年朋友在创业的路途上得到政府还有各种社会资源的协助。所以为这个政策，我拍手叫好。那最近教育部推展中英文双语教育，我也拍手叫好。这都是展望未来，我们台湾进一步提升竞争力非常的重要。我的立场就是如此。高雄市政府10月1号青年局成立，我们在财政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明年编议3亿的预算，3亿新台币帮助高雄青年创业。但是全台湾还有更多的青年朋友需要政府的帮助，我觉得我的立场非常认同，好不好？谢谢。市长可不可以讲一下，因为您有说假日才会忙选举哦，那6日2天要怎么拼选举？你看我现在办法是这样。